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的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来关心到美国的流行音乐天后泰勒斯，原在7月开始要伫咧奥地利举办3场演唱会。不过，奥地利警方有抓到2个，那像是武装组织伊斯兰国的成员，打算要对泰勒斯的演唱会来发动恐怖攻击，所以主办单位嘛紧急宣布3场的演唱会隆重取消。 我要徛伫大型扛棒头前，甲扛棒边顶女歌手泰勒斯做伙翕相。美国流行音乐天后泰勒斯的时代巡回演唱会，原本要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办，却因为表演的场地可能将做恐怖攻击的地点，紧急喊停。Sämtliche polizeiliche Maßnahmen und Vorkehrungen zu treffen, damit alle Veranstaltungen der kommenden Tage und bis zum Abschluss der Ermittlungen hin sicher über die Bühne gehen können. Insbesondere werden die polizeilichen Maßnahmen bei dem aktuell heranstehenden Taylor Swift-Konzerten erhöht. 奥地利警方表示，伫7日迄一天逮捕2名嫌犯，其中19岁嫌犯是北马其顿人，嘛是武装组织伊斯兰国的成员。警方伫伊厝内查到真侪化学物质。伊甲另外1名17岁奥地利籍的嫌犯有具体计划，要针对泰勒斯演唱会进行攻击。 Nach dem derzeitigen Ermittlungsstand haben sich die Beschuldigten im Internet radikalisiert. Der 19-jährige niederösterreichische Staatsangehörige Staatsbürger hat Anfang Juli einen Treueschwur auf den aktuellen Anführer des IS geleistet. 虽然官方表示会加强维安，也毋过泰勒斯演唱会主办单位也是伫社群平台 IG 发文，表示奥地利的政府官员确认球场会是恐怖攻击的目标。为着大家安全，因无法度即个当甲原本7到7十要伫安斯夏普球场举行的3场演唱会全部取消，所有门票会伫10个工作日以内自动退钱。暂时警方咧对查到的化学物质做调查，若是泰勒斯这3场演唱会照常举办，拢总会吸引将近20万人到现场。 伫奥地利总理内哈默知影演唱会取消，伫社群媒体 X 发文表示，虽然互歌迷真失望，也毋过状况嘛真严重。在警方佮安全机构各个部门的合作之下，提早发现威胁，嘛避免悲剧发生。国际新闻台是董朋友。镜头来看到印度南部的克拉拉邦发生严重的土石流，已经过1礼拜啊。目前知影死亡的人数已经有到224个人，而且也有真侪人下落不明。 另外，伫咧巴西是有发生火烧波，强要烧去到里约的贫民区，好甲这火势是有受到控制。 互土石流侵蚀的村庄，留龟头卡真高的土梅果仔甲大石头，冲歹去的厝破糊糊。印度南部的克拉拉邦7月30透早发生真侪件土石流，以政地出名的瓦亚纳的地区灾情上严重。已经知影有200外的罹难者，伫咧困的时阵刀声未赴，叫冲走也是砍去。其中大部分是地方工人甲伊的家属。救援人员连续一直伫找失踪去的民众，结果陆续找到偌侪遗体。 ദുരന്തത്തിൽ മരിച്ചവരുടെ സ്ഥിരീകരിച്ച സംഖ്യ 224 വയനാട്ടിൽ നിന്ന് 5, നിലമ്പൂരിൽ നിന്ന് 1 ഇങ്ങനെയാണ് മൃതദേഹങ്ങൾ ലഭിച്ചത്. 目前军方出动搜救犬，长扩大敲找可能待伫土石堆内失踪去的人。当地官员嘛开始伫受灾村庄做消毒，对井水用热法处理，防止疫情传开。这件土石流是克拉拉邦为2018年以来上严重的天灾。环境专家表示，气候变迁致使当地降大水雨的机会愈来愈接，嘛升高致命天灾风险。换看巴西，极端高温加做大旱，毋但互世界上大的潘塔纳尔湿地发生野火灾情。 连里约善良人啊大的山墩车漆嘛开始出现真大的火氛，山顶林地烧倒落来，看火到底要烧到半山坪啊善良人啊大的所在，居民赶紧用水桶泼水，当局嘛紧急派相队灌救。 O fogo também acabou se alastrando muito rápido por conta dos fortes ventos que tem no local lá de cima. Está atravessando aqui para o lado de Copacabana. A gente pediu maior efetivo, maior número de efetivo do Corpo de Bombeiros. Também acionamos a Defesa Civil e a 7 Rio por conta do trânsito que existe aqui no local. 当地媒体是讲山坪有4户民家去烧掉受损，不过官方表示目前火已经控制，无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受到全球暖化、超高温的影响，和美国阿拉斯加的冰河是扬甲真紧，结果就造成水尾伫咧造水灾，有上百栋的人家厝去互大水冲海去，有的车路甚至是淹水淹甲超过1公尺遮尔悬，好佳在居民拢有伫量早来撤离，无人伤亡。大水互一大片主题区的街仔路拢淹去，这是美国阿拉斯加东南方的首府朱诺，当地时间初6时传出造大水的灾情，因为州政府前一天暗时就下令居民撤离，才无造成人员的伤亡。I honestly didn't think about anything except for getting everybody out. I grabbed, of course, I have my wallet with me. I had my bag for work ready to go the next morning, so all my stuff was there, but all my documents were in my house. I did not grab any of them. 将我朱诺市的孟登霍尔河水头的冰河，因为连续几天的高温造成涌甲真紧，河水尾的水位向淹起来，中距离到4.87公尺，是超过4.27公尺的警戒值。半地球外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区的冰河嘛有真相同的状况。Il ghiacciaio dei forni alle mie spalle è involontario silenzioso testimone dell'impatto antropico sull'ambiente. Testimone del cambiamento climatico, la temperatura è aumentata di poco meno di 3 gradi, lui è arretrato di 2,5 km. 意大利的环保团体讲，虽然4月到5月之间山区的降雪量是有够的，但是气候的变迁，和7月出现超高温，和全国第2大的佛罗尼冰河是快速消退，冰站逐工是对后退4到8公尺，是真惊人。另外，伫南半球的澳洲，一直是观光热门地点的大宝岛，伊美丽宣布是请真侪畅水的游客来。但是科学家伫自然杂志上新的报告内面指出讲，当地海域的水温已经到400年来的新高，造成宣布要面对白化死亡的危机。不过，暖化嘛造成一寡商机。本地生长伫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金蕉，竟然出现伫北纬37度的韩国首尔。韩国政府统计指出讲，金蕉这个热带和亚热带的农作物，种的面积对2021年的295公顷，增加到2023年的3306公顷，成长11倍以上。因为金蕉伫韩国是全介绍的食米，种的金蕉嘛替都会社区农场得到真侪利润。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来关心泰国伫咧去年大选胜利的前进党推动咧要修改冒犯君主罪这个罪名，即马刷起互因的宪法法院认定是咧破坏君主立宪制，所以就裁定要甲这个前进党解散。不过，就8月为前进党的议员拢宣布，因要重新来做新的政党，继续拼改革。泰国宪法法院初次宣布解散去年大选赢得上侪色素假选票的改革派前进党，佮下令前进党前党魁皮塔加其他10位资深党员10年来禁止参选。这是法院伫今年1月认定前进党违背竞选承诺，想要修改宪法112条冒犯君主罪了后所做出的意料之内的裁决。法院表示，前进党的行为等于是摧毁泰国的君主立宪制，也毋过实际上泰国当局过去定滥用宪法112条，限制言论自由，和真侪支持改革的前进党拥护者对这摆判决感觉真愤怒。สิ่งที่เราเห็นเนี่ยมาโดยตลอดเนี่ยก็คือกลไกของรัฐธรรมนูญไทยมันมักจะสกัดกั้นพรรคการเมืองที่อยู่เคียงข้า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อยู่แล้วผลของคำวินิจฉัยของศาลรัฐธรรมนูญในวันนี้สุ่มเสี่ยงที่จะทำให้ในระยะยาวนะครับทำให้ระบอบประชาธิปไตยอันมีพระมหากษัตริย์ทรงเป็นประมุข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กลายพันธุ์ไปเป็นระบอบอื่นได้这摆裁决会当讲是中央2020年的事件，迄当时同款伫选举中表现出色的前进党前身未来前进党，互法院解散，随后引起新世代展开继续6个月的大规模街路抗争，数百名示威者当局以冒犯君主罪起诉，也毋过这无代表泰国政坛改革运动就要结束。目前犹原有资格142名前进党议员会伫初9注册新政党，继续履行国会反对党的职责。ที่พี่น้องสามารถที่จะใช้พลังที่อาจจะรู้สึกว่ามันกำลังกัดกร่อนหัวใจของท่านอยู่นั้นผลักดันให้มันเป็นพลังงานเชิงบวกแล้วไประเบิดคูหาให้ถล่มทลายใน 2-3 การเลือกตั้งที่จะถึงนี้泰国宪法法院成员是由参议院任命，参议院成员多数是拥护君主制的政党加军方势力所组成。自2006年以来，宪法法院已经解散34个政党，针对前进党方解散，包括美国、欧洲几啊个国家拢表达对泰国民主的关切。
公司新闻纽约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俊，祝福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时的时间再会。